兄弟姊妹們，係講要痛苦，要問題，特實似到冇辦法，翻落個肚，我要嘅見節本意，你四邊記46第1節咁樣講到，上帝就係你嘅避難所，係講上帝你避難所，佢講我本意力量，我叫你當你白色之時，失分要見，嗱，這樣嘅要白色要痛苦，要翻落個肚嚟講，上帝就一避難所，佢開路本意。佢叫你10分要做，10分獻出佢講，嗱，阿薩是個要謙卑嘅心嚟到佢面前，然後佢嘅經節講出呢一個約書亞1第7節樣講，單強滅強一嘅心，滅戰戰滅穩一嘅心，在上帝裡面，你行同去好好小心小心，注意注意，就佢嘅命令嚟行，你得到佢嘅力量，你唔好差就。進少一差盡做少，阿三意思唔好要快嘅心術，差做少進少，切就嘅路行，就嘅面嚟行佢講，你得到佢嘅恩典，因為佢嘅出小妹你哋佢講，你去阿妹都好，你要得到勝利，得到要利息。這樣嘅世界係講，要謙卑嘅心嚟求上帝講，就嘅法行，唔要差嘅心，唔要肥嘅心，切就嘅法意嚟行，嗱，你得到利息嘅講，因為到上帝嘅法講，你去阿妹都好，你得到勝利，嗱，我禱告本隆重兄弟姊妹，見到得到有問題要痛苦嘅，主耶穌你嘅同在，你嘅佢開路本佢，你本佢一心強嘅，信心滿嘅。當佢要謙卑嘅心嚟到你面前，你祝福佢，開路本佢新嘅力量、新嘅精神、新嘅聰明智慧，使到佢有新嘅聰明智慧嚟行一嘅問題，佢有得勝，有得到一嘅利息，透過一嘅強大。阿門。